劳动力发展署北分署的员工，这个月初四死一个办公室。网络顶头有人讲是这北分署长假期用甲员工霸凌的。劳动部长何培山今日开记者会，公布这调查结果，认为和霸凌无直接相关。不过，这位过往的员工确实是压力真大，工作量伤过济，而且这分署长管理方式、情绪管控拢问题，目前先甲调离开遮，摕掉主管的职务。致上我们最深的敬意与歉意。劳动部长何培山甲政务处长柯传成向社会大众回示咧，本来因为保障劳工权益，劳动部所传出下卡劳动力发展署北分署一职员疑似受中国集团霸凌，10月初伫办公室行底路，即马公布调查结果。他长期面临工作的压力，亲身往前的10天，发现他非常早到办公室，有时候甚至5点多就到办公室。然后很晚，9点、10点才离开，就被赋予各种的资讯的任务。调查小组用报写名方式对分署全体人发问卷调查，不过长期超时工作量伤过大是事实。分署长想伊用的管理方式，情绪控管被认为确实不当，工作会主关键。署长的他会有咆哮、侮辱、贬低同仁的这些行为，让同仁精神压力非常的大，甚至也有同仁因为这样子。自己去看心理咨商医生。家属表示希望低调处理，不过国民党质疑2月份就传出劳法署员工定情，到底是不是这案对案？这位分署长谢宜荣被外界形容为因为他的靠山很硬，这个位土皇帝上任1年半，但是呢已经有81人离职，这个分署事实上全部在102人。前部长柯明春伫面车写，迄时阵无伫第一时间知影情形，表达失礼甲遗憾。北分署当然是透过新北市议员黄淑君转达，成为社分署长只是调离现职，不过也烦恼等代志淡化了后，会阁启用。再来的职务绝对不会再滥用职权，因为他没有权利了，他会变成幕僚。对劳法署长期正式编制人力无够问题，公务员业务量暴增。何培山表示，会向行政院争取权益，尤其是资深人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